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日较早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啊！咱来串联今日要唱的诗歌，咱来看信息第54首。信息第54首，东升乌落天白，东升乌落天白。咱来看第三节的歌词哦。第三节最后一句，互咱过旧换新。第三节的歌词，互咱过旧换新。咱来唱第一节甲第三节。东升乌落天白，主人引我上帝，听从人民无穷无尽，照顾天顶地，落上帝信心，管理感化万民，对天降临点燃的心，互咱过旧换新。咱来看第二首，是第193首，信息第193首，只是着就耶稣。这条咱嘛是真熟啦，咱来唱第一节甲第二节。只是着就耶稣，耶稣的家，伊我步八条路，耶稣的家，真人拢总着来，无敌的耶稣伊我无路，耶稣的家，只是着就耶稣，耶稣的家，家己拢无法度，耶稣的家，家
来啊，咱着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吟诗圣诗第54首，圣诗第54首。江心乌老天白，请会众起立。徛伫来读书读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路人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搭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请坐。启应文第19篇，启应文第19篇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译。来啊，咱着耶和华唱歌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。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地深的所在，伫伊的手中；山大的山尖也属于伊。洋海属伫伊，是伊创造的。大地也是伊的手做成。来啊，咱着吉恭敬拜。为了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咱是伊养饲的白痴，也是伊手的儿。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，就当念恁的心。咱共心来祈祷。上帝，你是掌权生命的主，阮会跋倒，因为阮是软弱的肉身；阮会破病，因为阮是软弱需要帮忙的肉身。毋过主，你是全能，也是永远的神。伫有你的所在，就无悲伤、痛苦、软弱。所以，阮爱仰望你，爱倚靠你，要来恳求你，来为阮软弱的肉身来掌权。
毋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互咱的身躯、心神来感觉软弱。因为阮相信你有你的旨意伫即个世界上，阮毋通袂记疫情的期间，爱多多关心别人，会记得上帝疼人若家己的教示，互基督徒的信仰会当甲即个世界做接连，做上帝忠实的仆人，互即个世界加一份疼来传达你疼的福音，因为抑阁有足侪毋捌你的人，遐个迷失的羊仔需要替上帝你来找转来完成上帝国的使命，互伫底咧，亲像伫天里，即个基督成做真正的画面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学老信歌队要学老的诗歌是入我心，入我心，救主耶稣，恳求你做我中保，互我永远活的性命。
今仔日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加拉太人书第1章第6节到第10节。我来读。恁互我真着惊，恁竟然遐尼紧着放杀迄位通过基督的恩典呼召恁的上帝，去对别个福音。其实无别款的福音。我安尼讲是因为有一寡人甲恁搅乱，想要曲解基督的福音。毋过，无论是阮，也是对天顶来的天使，所传的若甲阮以前传互恁的福音无共款，伊应该受咒诅。我捌讲，即马阁讲一遍。若有人所传的福音，甲恁已经接受的无共款，伊应该受咒诅。我即阵安尼讲，减是要得到人，也是上帝的称赞。我减是要得到人的欢喜。我若也有想要得到人的欢喜，我就毋是基督的仆人。讲道，义节牧师讲道的题目是无别款的福音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真正是非常的重要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愿主的平安常常甲咱伫地。愿主大权能的话开阔咱的性命。愿主的话入咱的心，互咱今仔日会再过一遍经历国我的主，带领咱勇敢尽忠行头前的路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一张批。古早无亲像现在有电话，还是网络，就是牧师民国76年对金门来到台湾，嘛是透过写批甲阮爸爸妈妈厝的人来联络。迄个时代，应该大概咱在长辈大人有印象，就是看到批，那就是亲像看到人共款。我会记迄阵写的批，拢真八股，反正父亲大人在上，上后就是啥不孝儿女是谁？比如不孝儿，那个大正，不孝儿大正，安尼就是安尼写了，迄阵就是安尼，因为看到批就能看到人。保罗嘛是用即款的方式，透过批来了解教会的情形。并且透过批来坚固伊开拓的教会，甚至毋是伊开拓的教会，伊嘛用批去来坚固因、教导因基督的真理。咱先来看保罗是甚物人？保罗较早伊叫做扫罗，伊是属于12个支派中的便雅悯支派。便雅悯的支派，便雅悯是雅各的上细上疼迄个囝。保罗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，伊是传统的法利赛人。伊持守传统，伊种威胁来迫害基督教会的一个犹太的教师。但是当伊离大马色的路上，互国外的主耶稣的大光照了，伊反悔受洗，一个人180度来改变。反转成做为主死过、宣传福音的大使者。保罗一世人尽忠服侍主，将福音传到全世界。每一个人伊的心中，伊的第一遍，拢有拄到大马士。大马士就是咱每一个人信仰的关键的一个时刻，一个事件。甲来教会是保罗所创立的教会，因主要的会友拢是外邦第一代的信徒。保罗甲教会的关系就好亲像父亲甲囝儿的关系，所以保罗伊感觉伊有责任来照顾因、保护因、教导因正确的道理。但是咱阁知影，保罗毋是囡仔
停止伫一个教会的牧会。伊是四过去传道报道，伊报道的路线是哪？一个城市，搁一个城市，一个国家，搁经过一个国家。咱知影，这个中间，伊拄着的心灵的艰苦、患难，超过咱想的到。传福音的使命是一条真艰苦的路。咱今年咧庆祝马偕来台湾150周年，咱讲伊伫北部的宣教，大家讲马偕非常的赞。但是咱看马偕伊宣教的，像保罗同款咯，伊对淡水河边，像保罗同款宣教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，伊去宣教，伊去建立教会。咱讲甲保罗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但是咱看马偕宣教的范围，甲保罗比的是差真多，差真多。今日的经文第1章第60到第70，会知是保罗写这张批伊的原因，伊为什么要写批予教会？记载是第60到第70，咱大家来看周报牧师来读。恁互我真着惊，恁代表是加拿大教会的兄弟姊妹。恁竟然遮紧就放下迄位通过基督的恩典呼召恁的上帝，去缀别的福音。其实无别款的福音，我安尼讲，因为有一寡人甲恁扰乱，想要曲解基督的福音。保罗传福音的辛苦的程度，会使超过咱想会到的。但保罗伊讲，伊欠福音的效。因为基督的福音，互保罗断头生啊！这个福音嘛是互咱每一个人拢断头生，所以就是传福音的过程会互人误会，互人骂，甚至拍，甚至保罗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跋落海的中间，伊拢甘愿，一直是毋望基督的福音会使传出去。但是，伊离开加拿大教会，就传来互保罗非常受气的代志，就是有一寡人，咱对圣经的记载，咱知影，迄寡人就是犹太基督徒。保罗传道的方式是安尼，伊到一个城市的时阵，伊会先去到犹太会堂来传福音，所以嘛有侪犹太人来相信耶稣。对即寡人来讲，犹太人是上帝使命，是出世就正是啊。因为因出世第8天就守割礼，守割礼好像就是因咱讲神圣不可侵犯的记号啊。即寡犹太基督徒虽然相信信耶稣可得救，但因受过往的教育、传统的影响，认为成做上帝囝儿爱加上摩西的律法。就是安行割礼，甚至咧啉食嘛爱注意。伫甲保罗所传基督的福音，伊个上根本的精神就是世界的救赎无去。刚才教会对保罗嘛有真多的误解甲批评，教会内嘛发生侪无共款的想法，直到吵吵闹闹。什么是保罗所传基督的福音呢？保罗所传基督的福音，就是上帝用伊的大权能，要救一切愿意相信伊的人。人通得到救赎，完全是基督十字架顶牺牲的恩典。上帝将伊的囝赏赐予咱，这个恩典是白白得到的恩典。所以人有法度得救，无法度得救，甲人的行为好甲歹无关系，身份地位嘛是无关系，因为咱人每一个人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拢是垃圾，拢是无清气的。人只要用单纯的心，用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死甲国活，掠这点。咱是甲上帝建立关系的一条路，只有透过耶稣基督，人才法度恢复甲上帝的关系啊！
意思就讲，除了耶稣基督，咱无另外一条路。换另外一个角度讲，除了耶稣以外，咱毋能够加上其他的物件、行为来证明讲咱是基督徒。咱毋能用一寡仪式，还是讲咱那种苦行的方式、积功德的方式。这就是保罗所传基督福音，是要予世间人的好消息。但是经文讲，今日这寡人想要改变保罗所传基督的福音，要诚心将信仰带回旧犹太人迄条路，就是传统爱守律法，爱有宗教的行为，才有法度伫上帝面前成做伊的人。这款的动作，就加拉太信徒因原本有新的身份，原本已经成做上帝囝儿的身份，佮变成是无自由、奴隶的身份。直到今仔日的经文第80到第90，兄弟姊妹，恁在看周报第80到第90，保罗非常的生气，对加拉太人讲：毋过，无论是阮，也是对天顶来的天使。所传的若甲阮以前传予恁的福音无共款，因应该受咒诅。阮捌讲，现在阁讲一遍。若有人所传的福音甲你已经接受的无共款，因应该受咒诅。保罗用真重的话，即寡曲解福音的人应该受咒诅。咱知影咒诅毋是仅仔是安尼骂人，不是只是谴责或痛骂而已。保罗这个咒诅是伫上帝大生气下面，将这个人气散，毁灭。原本有得到的恩典摕走的意思。这个假的教师应该受气散，甚至受咒诅，就是爱互上帝来审判。但是，互保罗更较艰苦的是，加拉太信徒好亲像是伫战场的阿兵哥共款。咱知影战争的时阵，阿兵哥伊要坚守岗位啊。但是保罗讲，这个阿兵哥，这个士兵，好像在战场上面他们反抗的，甚至他们擅离职守。因真个紧，就去在上帝接受耶稣基督赏赐予因恩典的福音啊。转去到另外一个爱守律法、靠外在的福音，因上帝本来赏赐因的福音，因将福音本来抓伫手中，因竟然放开双手，将福音断掉。这才是互保罗艰苦失望的所在啊！对过往的历史，互咱知影，伫基督教的历史的中间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的教会，当教会彼此有混乱的攻击的时阵，分党结派，信徒彼此有冲突的时阵，一般来讲，毋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，还是迫害，这款嘛是可能有，但毋是主要的原因。大部分主要原因是基督的福音伫教会来这样变款。我们都基督的福音在教会里面被稀释了。大家拢知影牧师是金门人，金门高粱酒袂歹。真的金门高粱酒啉来，互咱怎么甘醇爽口。但是假的酒，互人啉了会要人命。意思就是安尼，假的福音甲假的酒，对咱的伤害是非常的大。有一位已经退休、真疼惜我的牧者对我分享，咱长老教会伫几十年来，大部分中小型的教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，就是教会建立起初的时阵，信徒非常的热心，
献金、献文、献心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无管拄着偌大的困难，彼此相挺，同心合意。今仔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去做基督的教会。也是因为安尼同心合意，基督的福音就传出去。上帝就是不断将得救的人人数加添予教会。我哋看咱建成所写的历史嘛是同款，意思同款。咱对你做厝，信徒真热心，当做的所在无够用，上帝就互咱来头前来走。这是信徒相通真水的画面啊！意思才能讲，教会同心合意，彼此相挺，上帝就在人数加添予教会。无一定讲你要用什么小组、什么策略、什么行销的手段，唔练。但是当教会建立了后，渐渐成长到某一个程度，以咱长老教会来讲，一般人数差不多是到对50外个人到70个人到150个人左右，教会内开始就有侪纷争开始。伫到传教者换会真凶，理念无好的人就离开教会，伫到教会的伤害，一遍搁一遍的伤害。当有伤害，算大家无相听的时阵，教势就是会落来。原本70个人变30个人，原本150个人剩70外个人，并且大部分留伫教会拢是中正理聚会。这位退休的牧师用心沉重的心情甲我分享，当用人的想法、世俗的价值观，你伫你教会早晚一定会出问题。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，咱拢是肢体一部分。肢体彼此之间本来就是唇齿相依啊，咱拢是生命共同体。咱讲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就做伙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光，所有肢体就做伙快乐。早起拄仔来长老娘5楼长老娘，就咧问我真侪长辈目前的状况，伊嘛是真关心在长辈。咱拢知影，一个肢体艰苦，咱的心嘛做伊艰苦。但是当咱的人的心和私欲、贪婪、权势、怨恨充满的时阵，人就失去起初疼主的心嘛。当咱信仰团体，咱教会看重肉体顶面的需要，看重这个世界的需要。如约翰一书2章16节这么说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上帝来的。遐是对世界来。当一间教会不是你追求耶稣基督，正确讲是你追求十字架顶的救赎、牺牲的耶稣的时阵，可是你求其他的物件的时阵，就是咱这个信仰团体，就是咱的教会，咱每一个肢体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，就是咱苦难的开始。这款的情形继续也是伫咱现在的教会里发生。请问，咱建成敢是这款吵吵闹闹的教会，是毋是？咱无声音，是毋是？感谢主，咱毋是啊！爱较大声讲的，咱毋是安尼教会。咱建成教会，咱即摆是你去做基督的教会里拍拼。咱是去做真理的教会，去做相挺的教会。
当教会有人对我讲，伊是奉基督的名设立的。当教会依然打着基督的名号，但是实际上是将基督的福音放一边的时阵，世上有一句话叫做“挂羊头卖狗肉”。马太福音书6章24节讲，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人。耶稣讲，咱袂使听世界，听金钱，咱阁听上帝。我们只能2选1啊！咱袂使侍奉别个主人，咱袂使用别个福音来替代基督，也是安尼。教会就会亲像加拿大教会的信徒啦，伊分袂清楚到底真理是啥物。现在教会嘛是真侪信徒分袂清楚真理是啥物，方向是啥物。伫个教会有真多的伤害啊！当真理分袂清楚的时阵，伊搞不清楚，这个路线到底爱怎行？有一寡似是而非真诶吵闹伫教会来发生，莫讲真其他的教会，咱台北中会100间的教会，咱嘛有听，有牧师，有长老上介贵。咱嘛有听牧师甲长老咧对骂，伫个教会嘛有个教会因为吵吵闹闹啊关起。牧师你讲的这代志，毋是古早的代志，是现在还佫真多。咱若是讲教会是咱的肢体，咱咧替基督。真多教会嘛是还佫咧吵吵闹闹。这个款的情形，就是拄则迄个退休。真听话，迄个老牧师，你知分享的意思共款。当牧师，迄老牧师，伊去真侪所在去讲道的时阵，看到教会的情形是安尼，伊的心真震动。当咱教会毋是行入纯的福音，教会嘛是指咱家己个人，咱毋是行入纯的福音的时阵，带来的就是伤害、无规则、混乱。现今的教会，咱嘛常常有咧听，有人伫教会内3次要做教会的长老，甚至嘛有安尼观念：教会无我袂使，教会无我袂使。嘛有真侪人3想要做咱教会机构的董事，学校编译的董事。甚至教会内嘛有真多的传统来主动咱甲福音的3连。你族群的顶面，在语言的部分，规矩，甚至男尊女卑啊！咱看到咱建成教会有女的做长老，迄是伫咱中会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。有一遍去开中会，有一个教会长老咋分享讲，牧师，我甲你讲哦，阮即摆教会吼，女的长老嘛占3%哦，像恁建成共款。哦，我听咱建成哦，若是咱主任牧师是女的，姊妹牧师女的来咱建成，迄嘛是真无简单的，有真侪传统的观念。一定要搭配来做主任牧师，意思同款。当有真侪的代志发生，代表咱教会已经离开基督救赎的福音。真正基督的福音，互咱知影，咱人无算什么，咱人拢是蒙恩的罪人啊。咱来看别人比咱家己较重。较重要，咱嘛爱互相关心，互相扶持。咱来学习耶稣牺牲的精神，彼此相听。咱毋通论断来论断去，咱来互相祈祷。尤其伫即摆即个时阵，咱无法度常常来见面，咱来为了咱肢体，咱知影，咱教会嘛有真侪兄弟姊妹，即摆咧用居家隔离，咱来为因祈祷。信心
去安慰因。但是当咱无受到正确的教导的时阵，你教会落来听了一寡无正常的迄杂音啊。为什么团契会长是以你做啊？为什么这款人会使互选调接事？对教会的事工有真多意见，毋是仅仔对长级、对牧师嘛有真多的批评甲指教。今日最后一节的经文第10节，牧师来读。我即阵安尼讲，敢是要得到人，我是上帝的称赞啊！我敢是要得到人的欢喜呢？我若要得到人的欢喜，我就毋是基督的奴仆。保罗这段话，互咱诚侪基督徒有真大的毋望。牧师33岁以前是你拜拜，是拜拜有真多的限制。我真介意咱基督徒这个信仰，无需要在意看人的面色的信仰，也毋要互真多物件来控制的信仰。真多基督徒，今日基督徒，互咱知影咯，咱是基督的奴仆。咱今日爱咱爱注意的，咱爱关心的，我们要在意的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咱有所做有合上帝旨意啊无？咱今日爱去关心的，咱有互上帝名得到荣光啊无？咱伫世间所做的，有互上帝来称赞啊无？咱毋免看人的面色。各位兄弟，咱爱做伙往这个方向来努力。马太福音书第7章17节讲：好树拢会结好的果子，歹树结歹的果子。对结的果子就来判断咱是好树还是歹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求信心帮助咱。当初伫大马士路上照着保罗迄个光，迄个恩典的光，犹原常常照伫咱的身上，提醒咱的教会，咱有悔改无？咱有彼此相听无？互咱有学习耶稣基督行往迄条十字架顶牺牲的路无？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啊！这款基督的福音会带互咱投放，会带互咱自由，会带互咱行往丰盛的生命。愿主帮助咱，诚做保罗同款，一传福音的使者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求主帮助阮，真理的光常常地照伫阮，互阮知基督福音今仔有一个，就是钉伫十字架顶为阮死、救赎阮的耶稣。伊对死人中国我大有关联的耶稣，愿阮一世人合适伊的模样，跟对伊的脚步，诚做一个好过尽忠的基督徒。愿咱的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信息第193首，即时就救耶稣。信息第193首，即时就救耶稣，请会众起立。
道，请掀开酒杯的内野。咱遮爱来大道教会意向，诚做正信徒，万民该祭司。咱嘛来为着肢体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陈丽水、卢雪英、洪甘之、石玲玲、林旭苑、陈美芝、谢丽慧、刘慧中、赖胜雄、陈秀荣、胡艺梅、杜昭、林以诺、陈德明、陈义丽、萧辅元、曹太牧师、林静秀、江玉秀、李念之、邱佑美、刘秋敏，还有复健的陈昭明、汪世军、张美妹、张昭明、洪千惠的父亲。咱嘛爱为着教会不断增加的确诊者，搁有居家隔离的心情来平安、来健康、来祈祷。第三项，为着台湾 COVID-19 的防疫政策、医疗量能，人民的生活要正常，求主保守来医治，四下平安。教会消息的部分，第一项，下一个主日是禾堂礼拜，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，请大家一同关心原住民的神学教育。第二项，就是抱歉，对不起。好，咱公道结束来共心来祈祷。上帝，阮知影即个时间就是你要考验阮去关心别人能力的时阵。虽然阮时常记袂着要关心人的面，毋过阮犹原踏实的去真心关心别人，将你的听传达互别人。互搁较侪人会当来亲近你，上帝，你互阮无惊吓，因为你有千军万马会当来帮助阮。你大能的手会紧紧甲阮的手牵紧紧。阮嘛祈祷会当互政府有正确的疫情决策，来互台湾人民会当恢复平安的生活。也阁有俄国甲乌克兰的战争会当较紧来停止，互即个世界重新来恢复平静。阮遮嘛要用你甲是阮的主祷文来安尼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。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市，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权力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。奉献好。请书献的同工，咱来奉献。
拄则顺续，阮毋对，歹势。咱即马来报告。第一项就是后一个主日，5月22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，请大家同齐来关心原住民的神学教育。第二项，原本下一个主日结束之后，我们要举办趣味竞赛，毋过即马疫情当伫严重，所以咱敢若有荷塘礼拜，请大家注意一点，就是后礼拜是荷塘礼拜，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。好，第三项，最近若是家己的身体状况，若是有确诊，也是居家隔离，需要自主隔离的人，自主健康管理的状况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，毋通确诊啊，也是居家隔离，搁走出去哦。吼，原主的医治、甲平安、甲大家共伫地，嘛愿主来保守大家，袂伤惊吓。即便是确诊还是居家隔离，拢免伤惊吓。啊，搁有未确诊、未居家隔离的人，嘛免惊吓。吼，第四项，配合政府的防疫规定，所以关怀据点呢将停课到5月24号，社区的关怀据点会停课到5月24哦。所以即日起，咱的主日爱餐嘛是同步来暂停。啊，若团契的聚餐就无伫即个限制，吼。啊，教会的消息的部分，松年团契、青社团契、佮妇女团契5月聚会拢暂停。第二项社青的团契，即礼拜就开始线上聚会，啊，佮有奉献的明细，请大家来家己看。若有问题来甲英遮讲，吼。来，即马上映第514首，打马散花求主赐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互咱永远行入真理的道路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未倒必回，